太少啦，太少啦。阿財係我老豆出事花旗角100兩買翻嚟㗎，全省城得一隻㗎咋，養咗2年添啊！咁至少賠200兩啦。係200兩？胡志遠，我阿財餐親食牛肉嘅咩？咁至少會賠300兩。唔得，大家試想想，響花旗角運條狗過嚟，並唔係咁簡單噶嘛。嗱，你起碼賠500兩。送做先高見。阿福。放開口啊！點解你攞有咩警況啊？又痛有血有牙印，你打走我福噃，佢咬我囉柚喎。你阿財咬人囉柚要賠你500兩，家姐我福咬你囉柚，我財係隻狗嚟㗎，打走隻狗要賠500，打走個人坐底賠1000。我財係花旗角翻嚟嘅狗王，我福就喺法蘭西買翻嚟嘅人渣啦，全城又係得一隻，我養佢20年，要你賠1000兩都算公道啦喂，大人，你點睇啊？照咁講，你啱喎。大人英明。哦，法蘭西人渣嚇！喂，你阿福翻嚟點計先？唔係點要你賠1000兩啊？下個以後都唔翻嚟啊，賠10000兩都唔夠啦，殺我㗎佢都叻你。我仔自細就冇功夫上乘，佢尋日同人哋打交，對方咧就係開煙檔張彪個仔，係咁要打佢2下咋，咁就瞓低啦，挨到今朝早啫嘛，咁就香咗啦，所以想請宋先生動一動腦筋搞掂佢。我老公諗住封筆噃。咁你哋想告佢咩啊？告呢位張彪個仔阿張小四將阿陳長富個仔阿陳大文隻左手手指尾塊指甲打斷，傷得好重喎，我個仔死咗喎。係，大人係人都會死噶噃。咁又係喎。我係今次飛身埋去，哇！有冇咁大力？喂你，應該係咁上下力水。喂，唔好宋大哥問，你仲未夠智慧明白？你個仔幾時俾佢個仔打？尋日上晝，你個仔幾時斷氣？今日下晝，關人咩事啫？剛啱我摸佢何止兩錘，若果10年8年之後佢瓜咗，請問大人可唔可以告我謀殺？唔得。大人英明。張彪縱子，張小四行兇，顧念初犯，不予追究。叫你個仔以後就唔好啦。我諗佢個仔以後都唔會再犯。